让我们以热情的掌声欢迎台视60周年8点档大戏《美丽人生》的主要演员群，欢迎 ！Hello， 大家好！大家好，我是王正富。大家好，我是邱启文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！大家好，我是柯淑媛，我是方心，祝大家虎年行大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乐妍，我是陈建文。新的一年，祝大家好利好利用，好利平安看大吉。哇，太厉害，太厉害了！每一位呢都是主要的演员，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部戏在里面在讲什么，还有各位饰演的角色？是的，我是正富，我在《美丽人生》里面饰演杨庆良这个角色。那么庆良呢，他是一个书卷气很重的书生世家，这也是我从影以来接受到的第一个难度非常高的一个角色。听说要演到人格分裂了，是不是？还是已经人格分裂了？其实有时候真实跟戏里面的我有点分不太清楚了。对，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拭目以待，也希望《美丽人生》呢能够带给大家真的有美丽人生。哦，期待先鼓励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邱启文，我在《美丽人生》饰演的角色叫做张玉琴。简单来说，这个角色是一个苦蛋。那他就是，比如说戏里面可能有踩3轮车啊、换玻璃啦、修改纱窗啊，或者是卖把布之类。他讲的是真的。现在暂时先不用。对，因为我们的老板说改成修改衣服跟杀乌鱼就可以了。有这么美丽的苦蛋真的，然后生了4个孩子，很苦，以夫为天的女人这样子。大概是这样。4月就会在台视播出。淑媛哥。我在里面的名字叫王威，是一个退伍军人，是一个大老粗了。我爱我的国家，爱我的乡里，但是那都不重要，因为我最爱的是我戏里的老婆。哎呦，放闪了！爱老婆就是王道了哈。OK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方心，在戏里面我的名字叫做徐勉，那我是在一个美国酒吧上班的一个小姐，所以戏里面所有的新三色都在我身上发生，就是我是新三色的代表就对了，什么强暴戏啊，然后拖啊，什么都是我，对，所以请大家拭目以待。那乐妍呢？我在这部戏里面叫王乐仙，然后我就是从小跟我爸爸一起在那个江湖走跳，然后就是18般武艺样样要会，这也是我人生第一部台语剧，这样，所以是一个蛮大的挑战，对，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收看。好，那我在戏里面呢，我演的是蔡嘉禾。那嘉禾呢，跟乐仙呢有非常多唯美的浪漫的爱情故事，在海边，在山上，在各个地方。对，我们就是风景区的代表。没错，每一个外景我们都要去。外景冬天冷，夏天热。是，你说到重点了。Oh my god！ 我们晒到脱皮，下海，一直淋雨，一直就是湿的，反正我就是湿身的代表。但是呢，画面播出来真的非常的好看，非常的棒。而且我们这部戏呢，在描述的是高雄旗津在地的生活，60年代的那时候的一个时代环境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我们的《美丽人生》，在4月份，一定要锁定4月份的大戏《美丽人生》。今天除了演戏之外还带来很厉害的主题曲。他们要唱歌哦，没错，演而优则唱，是不是？哇，所以来欢迎各位呢，来献上《美丽人生》的主题曲《香香对对》，掌声欢迎！谢谢。相逢有缘，对阮两人的祝福。
多美丽，纯情花蕊，满面春风的摇曳的看顾，为着阮的心肝感动的孤单，忍受茫茫的路，为爱受风寒，花开花春风软软的脚步，点点滴滴双人的幸福，点点滴滴双人的幸福。谢谢大家，敬请期待《美丽人生》，美丽人生一定要收看哦。我要替你画卡班，我想要替你做的。你就是阮某啦。是讲是记忆俩电脑铁青的吗？但变作是伊。阿爸，阮今嘛开始呢，不准你讲是我的后生，嘛不准你搁做伙啊！管你比我新啦，啊，不过有一件代志，我比你较白，是做人妈妈，我会使好好话你做一个女人该走的路，做人的太太，做人的妈妈。我本来是想讲，等伊搁较大汉的时阵，伊就会了解我为什么会对伊遐尔啊严格。希望一天咱搁见面的时阵，你袂搁再悲伤，你已经变成一个坚强的查某囡仔。阿兄，哈喽。よく見なさい。これは大日本帝国の裏切り者の果てです。やりすぎです。あなたは看護婦の制服に釣り合わない。大日本帝国万歳！俺住日本厝，当然嘛拜日本神。哇，这总督府的新规定，咱即嘛是日本的主民，都要拜日本神。日本人，我是台湾人啦。什么人哦？刚叫我穿这件衫，我就该拼命。啊，你不是英文老师吗？啊，我你吼，就甲我在手上教一个 ABC 教卡丁，啊后就当按下比分。Ready, go！ 林美玲，逐摆若是拄到你吼，绝对无好代志发生。阿母，拄食出来迄边的落雨，我是专工来你送雨伞。我若拄到这衰仔人哦，再去淋着雨啦。走啦，莫我看到你面啦。我的养母一定认为我会甲伊带衰，啊，毋过阮阿嬷讲，天公疼好人，毋管拄到偌大的艰苦，拢爱勇敢面对，拢爱家己加油。可是你若是要经恁外家迄边，你即时甲我最先离婚。最先，我一定可以等你倒来找我，你有听到吗？一个人一世人会当好好爱一个人、介意一个人，这是一种幸福。以后又要接受我无？我的年纪已经袂当互我关灵火创哦。你若需要一个健到头啊，姐姐。我大你要10岁呢，咱安尼做伙，敢唔惊别人讲野话？郑玉秋，你是查甫的，你查甫袂要去介意查甫的，那是无正常的代志，你知无？这是我真正做袂到，我对不起民族。台视60周年台庆大戏《美丽人生》，敬请期待。